事背景是在我2、3岁的时候吧，那时候我还在台东村落里面长大，然后每天都听，因为我是隔代教养的，然后每天都听我的阿公阿嬷还有他的朋友都在唱这首歌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饮酒歌，然后他的那种曲风有点感伤啊，对。就是老人家也没有告诉我真正的意思，我自己猜他们是可能要纪念他的朋友啊，还是谁谁谁啊，也可能已经不在或是离开了，所以才会唱这首歌，然后有点离别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带来第3首歌是父亲的话，来自图腾乐团，谢谢。叫爸爸。Yeah.